詩篇61篇大衛的詩，交給聖詠團長，用絲弦的樂器，求主保佑。神啊，求你聽我的呼求，留心聽我的禱告。我心裏發昏的時候，要從地極求告你。求你領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為你是我的避難所，是我的堅固台，使我脫離仇敵。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裏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隱密處。細拉。神啊，你聽了我所許的願，你將產業賜給敬畏你名的人。求你加添王的壽數，使他的年歲傳到世世代代。願他在神面前永遠坐在王位上。求你預備慈愛和信實保佑他，這樣我要歌頌你的名，直到永遠，天天還我所許的願。詩篇第61篇靈修指南。主題：在困難中尋求神的庇護與安慰。經文重點： 1. 向神的呼求。大衛在這段經文中表達了他對神的迫切呼求，懇求神聽見他的禱告，並在困難時期成為他的庇護所。這提醒我們，當我們面對生命的挑戰時，應該勇敢地向神傾訴，尋求的幫助與引導。 2. 渴望更深的關係。大衛提到神是他的避難所和堅固的塔，這表達了他對神的渴望，希望能在神的同在中獲得安全和安慰。這讓我們明白，神是我們生命中最可靠的依靠，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，只有在裡面，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。 3. 對神的信靠。大衛在這裡感謝神，因為他相信神會聽他的禱告並保守他。這段經文提醒我們，信靠神的應許能讓我們在困難中保持堅定的信心，並相信神的計劃是美好的。 4. 永遠的敬拜。大衛承諾要在神的殿中讚美，這表達了他對神的感恩和敬拜。這讓我們理解，無論我們的處境如何，我們都應該持守對神的敬拜，並在生活中不斷地感謝的恩典。默想：你在生活中是否曾經感受到孤獨或困難的時刻？你通常會如何向神尋求幫助？當你在困難中感受到神的同在時，這對你的信仰有何影響？你如何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更深入地與神建立關係，並在裡面找到安慰？禱告。天父，感謝你在我生命中的庇護與安慰。當我面對困難時，求你幫助我堅定信心，向你呼求，並在你的同在中得到平安。願我在每一次的挑戰中都能讚美你的名，並將榮耀歸給你。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行動： 1. 每日靈修，每天花時間禱告，將你的擔憂和困惑交給神，並尋求的安慰與指引。 2. 感恩的實踐，列出你每天感恩的事情，並在禱告中專注於感謝神的作為。 3. 讚美神，選擇一首讚美的詩歌，每天在心中歌頌，增強你的信心與勇氣。願這靈修幫助你更深入理解詩篇第61篇的教訓。願神的恩典與你同在。